秦始皇2號館。Sorry， 呢個係1號館，1號館。3號館呢度。3號館秦始皇指揮中心。喺地下咧擺住一個三角形嘅一份牌嚟嘅，地下。君莫，其實就從這兩個字，你就大概能理解。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文字啊，這個字2號館呢個係。